最有效侍奉嘅方法。聖經點講呢？大衛點樣教我哋呢？大衛派亞薩和他的弟兄在約櫃前常常侍奉耶和華，一日盡一日的職分。嗱，呢句說話我再把握機會同你分享，然後去禱告吓。我哋睇到咧，大衛好重視咧詩歌班吓，因為佢知道啊詩歌所帶嚟嗰種嘅影響力。但今日我唔係講音樂吓，但係音樂喺我哋基督徒嘅侍奉領域裏邊係非常重要嘅。咁然後咧，佢話帶領佢眾弟兄咧喺約櫃前啊。嗱，首先你睇寫住啊約櫃，即係話喺神面前啦。第一，第二咧就即係話喺教會嘅裏邊啦。第三，即係話喺你嘅日常生活中，我哋都喺神面前嘅。我哋侍奉就係話喺約櫃前嘅侍奉啊，喺神嘅面前，包括喺神嘅家，喺神嘅教會，或者喺我哋生活嘅每一個小節啊，都係要侍奉。再進一步咧，我有提過吓，侍奉嘅意思有職位嘅侍奉，有本位嘅侍奉吓，兩方面嘅侍奉都咁重要。職位係代表你喺神嘅家裏邊有啲崗位性嘅侍奉，譬如主日嘅老師啊，吓主日學嘅老師、團契嘅導師，或者詩歌班，或者主席，或者係好多唔同嘅呢個崗位性、職位性嘅侍奉。但係呢啲都係短暫喺禮拜天。但係透過喺禮拜天喺神嘅家崗位性嘅侍奉，可以幫助你本位上嘅侍奉更加有效。本位就係你嘅身份角色，你每一日嘅身份角色。你行喺街上，你係一個路人；你去到超市買菜啊，你係顧客；你翻到公司做工，你係僱員啊；你係翻到屋企咧，你係父母或者兒女。即係話你個身份角色就係你嘅本位，你要好好嘅侍奉。咁咧就侍奉邊個咧？唔係侍奉馬門，係侍奉耶和華。唔可以，你唔可以侍奉兩個主，你可以二選其一。唔係侍奉神嘅生命就係侍奉馬門，所以我哋必須要侍奉耶和華。好啦，最有效嘅侍奉方法就係一日盡一日嘅職分。